上真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3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赶紧来关心本土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107个境外病例，也有56个本土病例。其中，家人的小吃店、桃园的大摊电厂、树林的科技厂，也有中和的公寓，在群聚感染拢继续在传。昨昏阁新增加4条，也找无感染源的传播链。目前咱国内有19条传播链感染源不明，加在重症的比例无悬。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即阵咱国内本土疫情爱斟酌嘛爱细致，是该紧张，也毋过毋免惊吓。很乱因为多入散发。国内新冠疫情个案一直在增加，指挥官陈时中讲，上上界烦恼的就是家人小吃店的群聚案，一直出现新的确诊个案，而且发生伫无共所在，也有国中甲高中的学生确诊，这嘛互30本土的个案，阁新增加56例。其中8例是居家隔离阴性转阳性，而且本土确诊的病例，为北部到南部拢有，分布的区域是真分散。前2天有80几例哈，不过呢，因为一个场域里面人比较多，那今天这56例相对的以前这些多的案例的日子里面，相对是散发。今仔日新增加56例本土，家人警察甲小吃店的群聚案，阁新增加13例，也有其他相关确诊的个案，累计新增加20例。新北市中和社区的群聚案新增加6例，树林科技厂嘛增加6例，也有其他相关新增加的病例，累计新北市是增加17个本土个案。大潭电厂群聚案增加9例，高雄化工厂的群聚案增加1例，台东卑南家族仔的群聚案新增加2例，不过阁新增加4条感染源，也会调查的传播链，其中台中食喜酒的传播链增加3例，内底一个个案是海军168舰队借用级军舰的官兵，因兜住伫个家人。毋过，伫个高雄做兵，休困的时阵，等去家人，才阁去台中食喜酒。初步评估，伫个台中画到的可能性真低。它同袍它里面的已经都匡列了，那目前检验都是阴性。对台中的其他个案所染疫的可能性相对是低。已立即启动相关防疫的机制，同时对密切接触者实施隔离检疫，落实各项防疫作为。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国内拢总有19条感染源不明的传播链，加上国内疫情有真侪无共的点，各界开始烦恼医疗的量能。陈时中表示，重症的比率低，住院的比率无甲4成。另外有专家指出，抗病毒的口服药啊，至少要准备上100万份才有够。陈时中讲，新的药的时效差不多干那半年，强调讲国内目前现有的药啊是也有够价，嘛呼吁民众感觉紧张，毋过毋通惊吓。遐若防疫的部分，唱歌也是依持爱挂嘴暗的规定，也阁有去食喜酒，袂当去别桌敬酒。若是离开座位，嘛一定爱挂嘴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上新的消息，即马咱台湾真侪所在拢有传出本土病例，疫情即马嘛拖到金门。金门县政府今日透早临时邀开记者会，宣布讲金门有新增加一个甲台中食喜酒相关的接触者的个案。本县卫生局在昨天，也就是3月30号的中午12点，接获彰化县卫生局转介一名居家隔离者，是确诊案号23277的接触者，判定为确诊个案。那么目前这一个个案是属于无症状，他是在3月24号赴台湾，在26号在台中参加喜宴，然后29号搭乘立荣的 B78829 5点20分的班机从台北返回金门，足迹都是在台湾本岛。返金之后就返家，没有外出跟接触。金门县长是表示，昨昏接到彰化县的卫生局通知，讲有一个金门26岁的查甫人去台中食喜酒，甲台中喜酒群聚案23277，高雄的海军士官兵有接触过，在防科列做居家隔离，嘛验出阳性 ，PCR 是阳性的，目前无症头，而且又做过3档预防针，算是突破性感染的个案。这嘛是金门自疫情爆发以来头一届出现本土病例。
继续关心家人的疫情，继续在传。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为着要控制家人的疫情，打算头摆要进行那亲像是普胎这款计划。因为家人的人口大约是36万人，希望每一个市民都会当做着体检，已经交代予家人市政府去安排。希望讲会当伫1礼拜内完成，阻挡病毒继续传。伫贵人疫情的云和小吃店案，已经累计有68例确诊。过去传播链爆发，指挥中心拢是采用社区体检的模式，或者是用3级警戒措施限制民众的活动范围。即便是全国第一遍针对贵人地区进行类普胎，中央提供有够数量的家用快胎，贵人市政府规划安怎分加手段。不太可能都3.6万都塞到啦，就是要看那个基隆市他们要怎么去做到这件事啊。那领取有限基隆市民吗？还是就是涉及在基隆市这样子？工作的人呢？所以就是要他们要去看基隆规划这样。伫贵人市政府提出详细计划了，1礼拜完成类普胎，尽量莫限制民众的活动，和贵人市做大规模体检，将创伫咧社区的确诊个案测出来，将疫情动来。看第一遍体检的结果了，才来决定是不是要做第2遍。你总是要看说，那它可能集中在哪些地区？集中的区域，然后阳性率到底多高？这个其实都可以参考。还有就是，当然你这个阳性之后都还要再去做后续的 PCR 嘛，对不对？那 PCR 完之后还会再做框列。指挥官陈时中讲，未收掉贵人。若敢若是社区体检站，民众恐惊警觉性无够，社区正歹清零，建立贵人类普胎模式。若是民众快筛阳性，结果在 PCR 采检确诊了，会按照年纪分流送到集中检疫所或者是病院。以后也让把这种经验复制到其他县市，控制可能发生的疫情。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家人的疫情也未收煞，昨昏一时啊，佫加20个人确诊，其中甲小食店有相关的案例，佫有加10例。啊，那家人市的警察局目前计共有12个人确诊。新增加案例当中，甲银河卡拉 OK 案相关的案例都有10例，另外佫新增加3个帮屋中介确诊。二新中学案有1个确诊的学生囡仔家长确诊，南延国中有1个学生囡仔确诊。有可能是他的朋友的朋友。是恶性中学的确诊的这个同学，那有可能因为打球感染，不过这个部分呢，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厘清。确诊人的该班他们是停课10天，我们改采线上教学，然后其他的班级我们是预防性停课，因为今天要做清消。另外，还有包括1个阿兵哥甲1个怪手司机等5个人确诊。虽然30无汉阳大学的相关案例，不过进前1个确诊的体育老师，捌去银河卡拉 OK 消费，甲8个学校的老师做伙去台北市特种行业店，海大是强调会进行讨论甲处理。根据本校教师伦理守则做相关的市政的调查之后，由教师评审委员会来讨论如何议处。本局本于不轻重、不庇佑、不护短原则，将从重追究当事人责任。基隆市警局到即马已经累计12个人确诊。深入调查了后，佫发现第1甲第2分局有2个员警利用上班时间溜班去银河卡拉 OK， 甲女性朋友啉酒，隐瞒一条疫情才会断开，会追究这2人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湘北的疫情嘛咧烧，台北有4间学校，是2个老师、2个学生去画着，即马爱停课，而且规学校拢爱做体检。另外，伫新北昨昏有加17例，拢是甲像哪个科技厂、中和的工具，还有桃园大潭电厂、家人的小食店，才相关的案例。学生伫咧场进行检查，执行检查任务的1号专车停伫门口，这是台北大安区一间小学，因为1个自由班的老师确诊，除了自由班停课，总共800多名的师生来检查。我们没有班级停课，只是有一个资优班的这个26位学生，再加那个代检。中正区某个小有1个外省的辅导班老师确诊，所以大约100位师生接受检查。中山区某上级某一学生的老母甲照顾这老母的外籍看护进前确诊，这学生也在30确诊，所以该班有风险停课。另外，中正区某幼儿园的学生确诊，这个囡仔甲中和社区互相相会有关系，幼儿园也对离校开始停课。目前看起来我们在台北市的这些感染案例的确有
不明感染源呢，因为不晓得谁不晓得怎么被传染，然后很多其实是外县市感染哦，他来台北上课啦、看病啦、还是会把这个病毒带进来。中正区幼儿园学生阿公也伫台北某西药剂中心西药剂，有2位朋友也伫遮互挖着。另外2个确诊案例是甲一个海军官兵到台中去食喜酒，不过因的感染源也伫调查。也有新北市2个新的互相烧话本土的案例，一个是住伫新北市新店的舞蹈老师，甲桃园舞蹈老师互相烧话有关系。另外也有一个是住中和的民众，甲确诊者去过同款的所在，到社区检查站检查才知影确诊。那今天的综合这个新增的个案是在23269，所以再加上我们原有的在外县市的舞蹈老师1个，正是2个。新北市新增加这2例以外，也有9例特殊隔离采检阳性，6例特殊隔离阴转阳，其中甲中和公务相关案例有5人，贵人相关案例有2个人，庆南科技厂相关案例有6个人，桃园大潭厂相关案例3个人，也有舞蹈老师1个人。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有微弱的风面会通过北部的海面，下晡北部、东北部会变天，会落雨，会变寒。咱来看云图。今日日是各地拢好天，过到了后，风面会通过，后壁阁有东北季风会到位。这方面的北部、东半部会先变天，会转淡冷，愈晚落雨的机会会愈大。北部暗时的温度嘛会降到剩17度。下晡台南以北、东部、东南部外岛有强阵风，风影嘛会较大。西部甲外岛今仔日有高蒙，会影响能见度。另外，拜六开始4天的清明连假，前2天冷空气有可能会达到大陆冷气团的级数。中部以北温度会较低，剩无14度，而且全台湾拢会落雨。北部、东北部雨嘛较粗。也毋过连假的上尾2天，冷空气就减弱，水汽嘛减少，温度会回升，而且有机会出日头。为着要达成2050年净零排碳的目标，国发会目前有规划，希望2050年的时阵，咱的再生能源会当达到70%。另外一个目标是2030年会先减少碳排放，要减20%至25%。为了要达成2050年净零排放，3日早时，国家发展委员会甲各部会召开记者会，说明台湾净零排放的策略。电力的部分目前规划每年的用电成长率是2%左右，计划以挖70%的再生能源做主体推动气碳电力。国发会表示，过程是袂欠电。我们还是留有这个电力成长的空间，应该是足以企业界支撑未来的这个持续的这个产业发展或成长的一些发展。环保署表示，除了能源的转型，民众运输、采买等生活习惯的转型也是重点。相关部会目前订定中期目标是伫2030年减少碳排放20%到25%。2030年到2050年，因为技术发展，会使伫20年内减少到零排放。从现在到2030年是既有的技术的扩大，但是既有的技术基本上是受到一些局限。新的技术应该到了2030年或之后它才会普遍性的应用。这个是配合 Glasgow 的一个决议，就希望在年底大家如果没有更新的都能够再更新，所以我们以这个为目标，再做进一步的检讨。不过，环保团体认为，2030年减排20%到25%的目标是太过保守。短期的、中期的目标定得太低的话，那你其实是不太能够带动这个时间这一段时期的市场的投资。就是说因为你政府的这个政策目标强度不够嘛，我会认为2030年的减碳目标，你至少应该要拉到30%以上。目前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有真大的部分就要挖靠未来技术的发展，嘛增加达成目标的不确定性。预算的部分，国发会估计到2030年，政府会开9000亿，将近一半规划是国营事业的投资，因相信嘛去因民间的投资达到3条以上，发展再生能源。记者郭本谢桂林台北报道。世界乡亲做伙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行政院拍算提出300亿，要推出中央扩大租金的补贴方案。拍算今仔日的行政议会就会通过，要扩大对还未结婚的少年家，还有拄结婚的翁某、有饲囝的家庭，还有社会上较弱势家庭者来进行厝税补贴甲补助。补贴的对象会对12万户提悬到50万户。按算7月份会当开始申请，若10月份就会拨钱。来看联合报。
大学指考分科测验7月份要考试，报名简章伫昨昏有公布。是甲过去考10科，即马改做考7科，伫7月11甲12这2天考试。若上大改变是成绩会对100分制改做上悬60分制。考试卷顶头嘛爱签名，若无签名会妨扣1级分，若手机无进会妨扣4级分。来看《中国时报》，台北市的树林早暗7点外熊熊失电，晚近台北捷运树林站。台电是表示，停电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所在的变电所开关故障害去，包括树林的中正路、中山北路5段、文林北路拢无电，影响500多户。台电嘛赶紧派人去修理。来关心家人的小食店群聚感染，这条传播链即阵已经有超过60个人去围着。亲像这款较特殊的行业，去交关的拢是坐真碗、啉烧酒、唱歌，嘛高出现防疫空棚。所以即马有真侪县市拢开始要加强稽查，看这个店家、这个店头敢无遵守防疫规定。有医生嘛较烦恼讲，总共有去过这款所在，普通是拢无爱防灾，所以嘛增加疫情调查的困难度。他说：“那个我们办公室跟我讲说可以。”叫会当恢复营业，店头家己开门做生意。警察去现场稽查，拄好互因撞到。基隆市警方针对在地百外间小食店展开严格稽查，发现有几啊间业者无落实防疫规定。大批警察做临检，台北市万华警分局加强管区、茶馆等等场所的检查，抓到6个消费者违反防疫规定。因为基隆小食店的群聚案已经拖到超过60个人确诊，其他县市的警察嘛大动员做稽查，都惊特殊56场所会加做防疫空棚。担心的说，茶艺街区都会有外人也会来这边消费啊，那外人到底怎么样都不晓得，所以我们除了一再要求业者摊商要去做好防疫措施。会感觉烦恼是因为去年4月份。艋舺发生茶馆的群聚案，规个拖到800多人确诊。5月份，基隆小姑娘小食部群聚案，造成几啊10个人围着。即马基隆小食店的群聚案当地的管家，这类的场所，未探病毒的风险一定要要意。卡拉 OK 也好，小吃部啊，有的店里面它可能就是属于找一些女性啊、陪侍啊、人与人的接触啦，或者是这一些比如说我们近距离的接触啊，这个真的都不排除。若是疫调的资料无完整，恐惊有查无出来个案。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伫咧诊断、治疗、疫调，还有讲话，各方面拢会拍拼做好好，来阻挡病毒持续扩开。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目前正疫情爆发较大，全世界确定病例是超过4亿8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15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63例，目前咱台湾即阵加强23155例。中国嘅病例无包括香港是超过14万例，日本是超过651万例，韩国是超过12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嘅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1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29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100万例，法国是超过2500万例。镜头来关心中国上海即马疫情长在滚价，目前是分区分阶段在封城，因政府随时会去民众的厝来做 PCR 检验，所以民众袂使出门，有的人心情真歹，讲那亲像封关起来。另外，美国伫昨昏已经同意50岁以上的民众会当做第4档预防针。那上新的消息是，因为美国总统拜登因为接触到确诊者，所以伊的第4档预防针已经做好啊。I have some flour, but unfortunately the milk is expired, so I can't make pancakes. Maybe with water. 为波兰来纳罗兹尼亚克伫上海读博士，因为伊完全唔知影上海浦东第1阶段封城的代志。一日前，甚至发现讲伊已经无法度出门啊。And sometimes it is pretty scary because you never know when they do it.
Like once they did it at 1 a.m. in the morning, so I got really scared. Like at night. 有2600万的人口的上海，当伫咧实施2区的封锁控制，属于第2阶段的普筛，是4月初1至初5封锁。目前当地超市已经有不少民众因为惊吓来买真侪物件，有的鸡是已经开唔空。这款的情形伫咧浦东实施封锁的时阵都已经发生。一个这么大程度的蔓延，怎么说呢？还是希望能够早点结束吧。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预告针对50岁以上的民众，或者是免疫不全的少年人，会当注第2档的加强剂，也就是第4档的疫苗。因为数据显示，变种病毒株 Omicron 带来的风险，致使免疫力长期减弱。FDA 表示，根据新数据的分析，做莫德纳或者是 BNT 第2档的加强剂，针对高风险的族群来讲，会当提高保护力。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英国首相强森前一阵仔因为违反防疫规定开 party 受批评，那英国警方是表示，因已经针对违反防疫规定的这官员甲幕僚开出20张罚单，也毋过并无讲是谁食红单。那强森办公室是对外表示，因也无收到罚单。前一阵仔伫英国引起真侪议论的开餐会事件，礼拜二出现新发展。英国警方当地时间29对去年甲次年违反防疫规定，伫东宁街开舞会的官员幕僚开20张罚单，不过警方无列出受罚名单。首相强森的发言人是回应无收到罚单。Nobody told me that what we were doing was, as you say, against the rules. That the event in question was something that we were going to do something that wasn't a work event. 英国媒体去年伫报道开餐会事件，讲强森甲内阁成员伫疫情期间串头违法，伫办公室甲主体拢总举办12届餐会，强森本人至少参加6届。公开了后，强森毋但拄到舆论的批评，阁互人逼退，连一寡执政党议员都认为伊应该落台。不过俄罗斯熊熊入侵乌克兰，大家关心的焦点规个煞转移，对让遮久啊才出现的罚单，民众反应好亲像无真看心。The level of criminality that this suggests is alive within government at the moment is incredible. It's, people talk about being low level, and yes, it is low level. Do the public care? No, I don't think they do. I think there are more important things to worry about: cost of living, the war in Ukraine, and. But he was working really hard, you know. I don't see anyone else stepping up to the plate to do it what he was doing, you know. So yeah, I'm totally against it. 英国规定，防疫期间违法参加15人以上集会，会互人罚800英镑的罚金。微博评论指出，当年假幕僚去互人罚开餐会议题，佫提出来讲，虽上工党已经放掉强森爱落台，部分保守党议员也拍算阁动员，说服同事提起无信任投票。强森即届政治危机也未收尾。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美国的电影明星布鲁斯威利伊的厝内人昨昏伫网络顶头发表声明，表示67岁的布鲁斯威利得到失忆症，会影响伊的认捌能力。经过思考了后，即马决定要退出演艺界。布鲁斯威利的查某囝伫网络顶头宣布讲，伊的爸爸要退出演艺界，嘛表示布鲁斯威利健康出问题，希望伊的迷众影迷会当陪伊行过这段艰难的路。失忆症是患者的脑部破病，失去语言的能力，讲话甲认知嘛拢会受影响。来关心经济统计，俄罗斯拍乌克兰战争以来，已经有400万人离开乌克兰。那双方的谈判虽讲有进展，也毋过无停火。切尔尼戈夫这个所在州长就表示讲，俄罗斯的军方阁继续咧攻击。那顿内刺客前线的城市嘛继续放弹炸弹。美国的白宫是表示讲，有证据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军事幕僚俄苏入侵乌克兰做出错误的决定。伫基辅西北边的伊尔平，一直听到炮击的声音，也有炸弹伫咧地面或者是空中爆炸的声音，四个拢是尸体。Бои майже завершились. Ситуація в місті контрольована. Місто на 90%, на 95% знаходиться під нашим контролем. 伫俄羅斯講嘅減少伫咧基輔加北部城市切爾尼戈夫附近嘅軍事行動了，計當工切爾尼科夫規暗攏被攻擊。烏克蘭講，短嚟刺客前線，差不多所有嘅城市攏受到炮擊。Чи віримо ми в це? Звісно, ні. І ми готові до будь-якого розвитку подій.
і зустрічати ворога на Чернігівщині. 俄羅斯國防部30講，俄軍正喺基輔加切爾尼科夫附近重新集結，目標是要解放分離的頓巴斯地區。Ковать их на поле боя и без штурма этих городов во избежание потерь сред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нанести вооруженным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м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та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которое не позволило бы ему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эти силы на главн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действий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на Донбассе. 克里姆林宮講，雙方新一輪會談無突破性進展，對克里米亞加頓巴斯地區的立場並無改變。俄羅斯2014年自烏克蘭的手內併吞克里米亞，俄黨的頓涅茨克加盧甘斯克攏是親俄羅斯的勢力。Позитивным является, что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начала конкретно формулировать и класть на бумагу то, что она предлагает. 美國講，俄羅斯總統普京敢若是予伊的軍事幕僚誤導，雙方關係緊張。How badly the Russian military is performing and how the Russian economy is being crippled by sanctions because his senior advisors are too afraid to tell him the truth. Putin's war has been a strategic blunder. 聯合國難民署上新的資料，自從戰爭到即馬，已經有400萬人逃離烏克蘭，1189位平民死亡，其中98個是囡仔。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今日國際上一個什麼大代誌，加向請咱做伙來看世界。美國總統拜登已經有甲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通電話，嘛表示美國會繼續提供軍事加經濟援助，會閣提供5億美金。喺關心為着要制裁俄羅斯，波蘭是宣布被禁止進口俄羅斯的土炭，第年底之前嘛會停止進口俄羅斯的石油。來關心美國嘅明星威爾史密斯喺奧斯卡嘅頒獎典禮頂頭講扇喙皮，雖講有公開會失禮啊，也毋過奧斯卡主辦單位喺今仔日嘛會開會討論這個暴力案。上新嘅消息，鏡頭轉來咱國內，總統蔡英文喺昨暗時去參加台灣美國商會所舉辦嘅2022寫年飯，伊望甲咱會當甲美國商會會當繼續合作，增加雙邊嘅貿易關係甲投資。但蔡總統嘛掛保證，講政府會盡全力穩定供電嘅系統，做好能源轉型，賣強化能源嘅基礎設施。I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business confidence in the stability and resilience of our energy supply. I want to assure you that we a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stabilize electricity supply. We also plan to further strengthen our energy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of course, the grid, while navigating the transition to more sustainable and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頭頭聽到是總統蔡英文喺昨暗上新嘅講話，繼續關心體育消息。WTT 乒乓杜哈挑戰賽男子雙打加女子雙打決賽，咱台灣攏有隊伍拍入決賽，不過尾啊攏輸去，攏摕到銀牌。林文如正手擺回球出台，和對手11-7摕到第一局 WTT 倒球杜哈球星挑戰賽。咱國男雙組合林文如、廖建廷連續過5關拍入決賽，面對世界排名第5的德國組合邱黨加杜達，世界排名第44的林文如加廖建廷，第2局11-6贏回一局。只是輸落來對手各摕一局，搶到聽牌的優勢，連廖培發揮亂勝，第4局只敢讓對手摕3分。林文如這球強勢反手拍，各甲局數牛邊。到了決勝的第5局，林廖培一開始甲對手一個會當來回，不過在3-3平手的時陣，連續65分，和對手摕到6個冠軍點，直接摕到冠軍。林廖培最後是4-11輸球，摕到亞軍，無法度摕到這季合作的第一組冠軍。因為咱國的女雙田靜加林玉婷的組合，同款自資格賽拍到決賽，面對日本的組合拍到真辛苦。第二盤第一局拍到丟失，加11-13輸。第2局兩個人連續發生失誤各輸，第3局依然是球袂大。上尾對手連續贏3局摕到冠軍。因為林文如甲田靜的混雙組合是伫混雙4強賽，只敢用18分鐘就拍敗對手，連續3戰拍入決賽。31要挑戰連續2戰摕冠軍。記者綜合報道。
在地上大条继续关心各地疫情。宜兰劳动部一间国中有2个对桃园内的跳舞老师确诊，目前学校在进行大消毒。规学校1700人嘛，拢全部爱做体检，若期中考会先延后。另外，伫新竹县市嘛，拢有传出学生囡仔确诊，其中有一间是关东国小，目前会停课停到4月初10。环保局伫学校附近来回咧做消毒，家长是赶紧去学校扎健保卡互囡仔。宜兰县劳动部一间国中有2个为桃园市内舞蹈老师确诊，全学校已经紧急安排环境的消毒。差不多17个师生伫学校内底做快筛，还有 PCR 采检。官府表示，全学校体检了后，为31开始会预防性停课10天，而且做线电教学。因为今天是第2天的段考，那目前学校这边回报有关段考是否复考或者是取消的部分，学校尚在评估当中。官府嘛公布2个老师伫宜兰的现状，大部分是集中伫学校，其他的所在包括西姆比舞蹈艺术空间、宜山的国风堂啊工房，还有掠灵养生宜兰亲子馆。现在劳动部一间国中，甲西姆比艺术空间的人员 PCR 的结果，按照明仔载会当全部完成。接下会以学生甲确诊个案接触的程度，采取居家隔离、自我健康管理或者是监测。谢谢。对啊，上健保卡来了，安尼会烦恼？没啦，稍微烦恼。没啦哈。没啦。哦。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啊。就是老师是不是知道自己年级教什么的吗？不知道。详细情形我们不知道。除了宜兰有学校确诊的个案，新竹市东区的关东国小嘛接到一个学生确诊的通报，所以即时开始全学校停课，提早休春假，停课到4月初10。不过今仔日早起也是有真侪家长带囡仔来学校做体检。这就是今天正常到校但停课，然后做完 PCR 才分批放学。的暗号是23086。那他25日那一天呢，曾经去妈妈的公司去那边去做一些公家的事情，但是他没有正确的一个完整戴好口罩。学校预估体检的人数会超过2000人。卫生局表示，这间学校确诊的学生，一家伙拢总4个人，除了老爸验出阴性以外，老母甲后生查某囝拢确诊。初步检判是新竹县移港军事案拖出去的病例。现在这家伙另外一个囡仔是伫新竹县读国校啊，目前已经派医护人员进驻校园扩大做采检，嘛鼓励相关的接触者阻挡病毒搁传开。记者综合报道。过了3月份有真侪新明星，有的庙会已经开始咧举办出巡示警，也是进香的活动。不过，疫情指挥中心第29日是有公布示警的防疫规定甲政策，是要求所有要去参加的人，都一定爱做过3档预防针，庙方嘛爱发证明。若云林县的警察局西里分局就专工邀请公庙还有顶头做伙开会，看安怎落实防疫措施。因应国内疫情发展，中央疫情指挥中心29赶紧通知地方政府，要求公庙要配合防疫政策。因为所来进入3月马祖辽境的期间，要求所有参加的人员、随行的民众必须爱做满3档的疫苗，才获得参加辽境的活动。可以参加绕境了，所以就是马上去补第3剂了。有咧规划，咱全部西里街尾接驾的队伍，咱拢会叫因发识别证，照册这个3剂的，才尽量3剂以上的，才出来照册，才来接驾。防疫中心有这个指示啦，照政府的指示，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咱一定要较用心的。包含台中、鹿城宫、在里复兴宫表示，为了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已经做册调查各顶头人员是不是有做第3档的疫苗。若是有做第3档的疫苗，就发放疫苗 OK 的识别证。另外，为了因应所来真侪辽境活动会经过云林的西里分局也召开公庙顶头约制协调会议。邀请马祖绕境沿线各公庙负责人与会。那此次因为疫情的关系，首重宣导实验室等各项防疫措施。并请庙方人员加强宣导，参与绕境人员勿边走边吃，以及参会不可逐桌敬酒。另外，伫展开高岗8暝辽境活动的大家丁南宫表示，会全力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包含专程挂水暗、卖软桥卡、卖抢桥，也过辽境进香，真侪拢是家己来的香客，也是观光客。庙方也经由各种的管道来宣导，呼吁配合防疫政策，互活动顺利来举行。记者综合报道。
那清明嘛，特别高啊，真侪人会去陪梦。也毋过最近真侪物件拢在起价，亲像拜拜爱用的、爱烧的金纸也是金纸，即马嘛起码1倍。而且另外有一寡人有一寡风俗，讲伫清明会食润饼糕，即马饼皮嘛在起价，有的所在已经对1斤150块起到200块。提出1份50，也是100块无共计销的金纸，要互民众来选买。因为即阵买金纸买到甲进前上款的分量，上最恐惊爱2倍计销。运费的问题啦，工人的问题啦，迄个石油你起价嘛，你爱用绿纸嘛，迄种一系列连锁反应啦。业者讲，早前因为运费原料起价，大盘商调整计销了后，下游也一定会起价。虽然台湾为了响应环保，国内业者大部分袂家己来生产，是对越南甲印尼这国家来进口。也毋过一波原物料甲运费起价，也是反映伫个计销顶面。拢有影响，嘿啊，拢有啦。啊，你搞嘛是共款来买啊，无要安怎？嘿啊，无免烧哦。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啊，所以我不会觉得说涨价或什么不会啊。民众讲制作也一定会烧银纸，虽然有较贵，也是爱买。另外，市民常常爱食的这润饼皮也相关起价。嘉义东市场一间有70年历史的润饼皮老店，生意真好，也毋面粉这原物料一直起价。店内润饼皮也对每袋斤150块，起到每袋斤200块。去年的话，我们是1斤150，但是今年的话就涨50块，就变成1斤200块，是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原物料、面粉之类的都是上涨。后面上上届有感觉的民生物资，毋管是食也是用的是一直起啊，大家拢讲莫阁起啊，也讲希望有一天薪水会使得安尼一直起。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南投鹿谷的山区，最近有民众发现讲，有一寡失德的业者甲总行请敌拆落来废弃物乌白拼伫遮，那这物件sẽ造成生态甲水源的污染。当地环保局已经在追查。也毋过，这土地是私人的，目前敢来当叫地主赶紧拼掉。这条红色的高架桥是南投鹿谷市区要去小半天的路，嘛是当地地标。毋过，规片青的山林内底，算看到白白的物件，详细一个看，全部拢是粪扫。在这个地方倒垃圾啊，就是很快就被发现了。而且很危害那个环境。这边是休闲农业区嘛，那进来的时候看到这个景象的话，的确是让人家觉得非常非常的不 OK。居民甲这白色的废弃物地点处理，规个就随浮去。这个红乌白蛋粪扫的地点，下骹就是84K。在地人讲，小半天的3个钟仔头，当地发展休闲农业，逐年到这个时阵，就是火金菇的季节，都惊生态受到影响。在上游的话，我们有做这个叫做自来水厂。那在下游的话，一般的民众他如果没有水或者是灌溉用水，他会从这边溪里面抽取哈，所以丢这个东西下去，对下面的环境是非常的不好。当地发展协会表示，这条路是鹿谷市区要去小半天的旧路。2014年高架桥通车了后，人甲车是无介济，所有人会伫遮乌白蛋粪扫。南投县环保局嘛派人去调查，初步了解是建筑的废弃物，不过迄颗螺仔无安监视器，要找到乌白迄粪扫的人是有困难。因为它附近真的没有监视器，要远一点的道路进出口才有那种固定式的监视器。那我们会再调一下监视器，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车辆。南投县环保局表示，目前并无造成二处污染的疑虑，嘛会调附近的监视器，找出可疑的车辆来追查行为人。相当会当以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判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可新台票1500万以下罚金。另外，因为这个红蛋粪扫的地点是私人的土地，嘛要求地主爱家己清理。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万万乡公所为着要推广在地农产品，有举办活动，带民众举办果子，来今仔打即马时结果等得大出啦。民众就去果子园买果子，嘛甲食饭岛刷到产地，现场阁有总铺师教大家安怎料理。甲时结果一粒一粒破开，佮甲牛奶发酵2项掺做伙，互民众会当动手来做，看起来真趣味。很有趣，不一样的体验。平常都是直接吃熟的，然后现在是自己到果园捡。这是屏东万万乡公所为着要推广在地农产，甲图书馆合作举办活动，互民众来产地体验时结果的生态。每一个人呢，参与者可以带回一瓶百香果凝乳回家，在我们百香果的棚下来进行田园餐桌。
这个活动会使互民众了解农作物的生长环境，嘛会使经家己喜意的实结果，加工变成小食物，体验食物为产地到倒定的过程，主动亲近大自然。第一场是神秘果，第二场是我们百香果，接下来还会有凤梨跟我们的可可园区。我们利用这个一个系列的方式，让我们的产业能够更多元化。来参加这个百香果的导览，然后小朋友可以体验一下百香果的生态，认识百香果的那个生长过程。透过这么精彩的活动，唔但会当食到旁边的慢慢实结果，更加会使提升在地经济，发展地方观光。唔管是去参加活动的民众，也是在地乡亲，大家是拢欢喜甲喙笑目笑。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咱台湾是海岛，全台湾计共有36座灯塔，伫外岛就有17座。那灯塔上重要、上要紧的任务，就是指引船只安全入港。阁有一群人守护灯塔、守护船只安全，因24点钟拢无咧休困。暗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节目，就带乡亲，咱做来去东基岛看灯塔守护员的故事。为当平拆下到日落黄昏。天色的变化，为灯塔角度看，若像一幅图。灯塔可比天甲海洋的目睭，记录规港的景致。台澎金马拢总有36座灯塔，离岛有17座。伫马祖拓展自落的东基岛灯塔，留下真侪历史的遗迹甲大时代故事。这就是咱较早古早的时阵吼，咱灯火是用煤油的嘛。伊是液体，伊是水的，伊用迄酒精吼，甲烧起来变讲气化。你要安怎甲这个煤油送起哩呢？就敢若杀虫剂迄种，变讲咱奈伫遐安尼加压，咱这有一个压力表吼，伊爱为一个范围内底，伊迄煤油再对这个讲吼，对安尼抓出来。台湾上早的灯塔，就伫澎湖西屿乡的渔翁岛灯塔，伫西元1778年设立的，原本是7级的石塔。逐工暗时啊，甲火拍互倒，替往回台湾甲厦门的渔船啊来引导方向。台湾的灯塔它船只机是用机械式的，因为伊就是走歪啊，走高起啊，利用伊有一粒重锤啦，地心引力牵引然后水银盘内底的物件去家己自动设。秒数有固定的每一个灯塔转一圈的秒数拢无共款袂使共款倒一秒按7秒，倒一秒按21秒，等于是每30秒就会死2届。渔民若看到这个暗号，就知影因伫渔翁岛附近。台湾的灯塔设置要105年，灯塔看守员是海上的守护者，护船者伫咧茫茫大海内底，找到返去厝里的方向。灯塔就安尼一直互渔民温暖甲光明。记者综合报道。那今年是咱台湾矿工画家洪瑞麟过身101年的日子。台北市立美术馆特别举办展览，展示300多件作品，嘛希望互大家来认捌这个一直在关心劳动者生活的画家。有一组一组的矿工那他们是蹲着或者是站着然后再采煤矿。画出土炭工的日常，这个经典画作是知名的土炭工画家洪瑞麟的作品。经过30几年后，将伊搁伫台北市立美术馆来展出。他的创作就是随时随地，然后他有什么样的想法，他就拿着一本他的笔记本，他就可以在坑内或者是在空场，他就对他的描写的对象就进行速写。洪瑞麟会当讲是台湾美术史上描绘劳动者生活犹太代表性画家，像这笔对少年土炭工有自信对照老啊，对生活的无奈，拢是伊30几年qua伫矿场做事所看所体会的。今年拄好101岁免期，大囝洪君雄特别捐郑家庄的作品予北美馆，像罕见的土炭工立志宿舍等等，互外界通看到洪瑞麟伫英国战后物资欠缺的年代，安怎去画出伊的感动。那其实他就感受到说，其实人生原来其实就是一种搏斗，所以他到了
矿场来工作以后，他看到这些矿工为了生存，他就必须冒这个生命的危险，然后到坑里面去工作，所以他就会继续来画他们。这届展览曲工旅行对红水林早期到尾期的作品文献等等，大约350多件，全凭实来展出，嘛象征伊过去对追求涂骹底的光，到食老追求红霞鱼光的追光精神。记者陈嘉文、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新竹关西山区有一间墩真侪茶库爬远的木材场，伫这个月18时导火烧，是烧12天到10分，火才拍花。那大火嘛引起空气污染，当地人不满，专工去县政府头前抗议。上百位关西镇民来到新竹县政府捡布条，顶头是写“兴我清气家园”，抗议当地已经连续烧12天的废弃木材场所造成的污染。要求馆长互因交代。我们都不知道可以到的地方，我们都不知道那边可以烧啊，搞了整个山沟啊。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我该向谁去陈述？政府是不是该有一个更好的机制，让我们小老百姓有一个窗口？这间专门处理废弃木材的工厂，在这个月18日火烧，虽然派出大量的消防人员透明拍火。经过4天时间，才控制火势，而且现场嘛是继续翕烧到30早起，总算把火拍花去。另外，民众阁反映讲，常常有人在当地偷倒废弃物，造成水源污染。我们一定会全力来防止，让这些天清楚，或者有助的物资往关西镇来到。只要我们大家都团结，同心来防止他们来到关西镇，是我们的责任。环保局指出，依照空气污染防治法，行为人若是企业，会当罚10万到500万块。目前等咧厘清行为人的身份。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时代在改变，即马要看新闻，背手机也着有，所以看报纸的人嘛愈来愈少。那为着要鼓励阅读，高雄光华国中即马当地举办全国的报纸展。有老师是收集40多种，目前也阁有咧出刊的，也是已经停刊的报纸。就这个机会嘛，要鼓励学生囡仔爱看新闻，了解社会事。不管是全国的，也是地方的、宗教的，嘛有专门给学生囡仔看的报纸。来到图书馆的学生，大家拢好奇翻看报纸的内容。原来台湾有这么侪种类的报纸，其中嘛有已经停刊的。网络时代比较发达，所以我们接触报纸的机会会比较少，不然都是看电子报比较多。有一些停刊的报纸之类的，还有一些让我们了解报纸它最近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光华国中伫图书馆推出全国报纸展，因为今年1年国文单性课程有突破单元，老师所发现，真侪学生对纸本报纸甲媒体拢无了解。对于平面媒体的认知了解，真的几乎是空的、零的，甚至很多不管是国内时事、国际时事都不知道。所以我那时候本来只是想说，那就找个市面上比较知名的几个大报，然后让同学们看，然后却无意中发现，原来居然在超商里面还有我没有见过的报纸。宋伟霆老师开始世界收集全台有特色的报纸，嘛有国外的。另外，对市立图书馆少停刊的报纸，甲民国38年中央日报、联合报的美术本，希望透过这摆展览，学生囡仔会更加关心新闻，提升媒体的阅读素养。记者陈嘉文、赖伟哲高雄报道。早起看世界，咱来关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发动战争，造成国际上即马石油、天然气继续拢大起。那乌克兰因是种真侪麦啊，因为战争的关系，即马嘛影响出口，国际粮食嘛大受影响。联合国已经警告讲，这场战争已经引起全世界的粮食危机。So now we're talking about a catastrophe on top of a catastrophe, because Ukraine. From the breadbasket of the world now to bread lines. We never would have dreamed anything like this. 聯合國安理會29針對烏克蘭人道局勢召開會議。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指責俄羅斯發起戰爭，危害到全球糧食安全。
破坏因为全球1.25亿人所提供食物援助的努力。因为世界粮食计划署采购的食物大部分为乌克兰来，玉米春耕的季节，农民煞伫战场。另外，白俄罗斯甲俄罗斯来的化学肥料欠缺，也致使收成减少。战争对全球的影响，会当讲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头一届看的。俄罗斯代表颠倒讲，国际对俄罗斯的制裁，才是造成全球农粮市场真乱的原因。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赶紧回回。Sanctions aren't preventing grain from leaving Ukraine's ports. Putin's war is. And Russia's own food and agricultural exports are not under sanction by the U.S. or by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waging war on Ukraine and for the war's effects on global food security falls solely on President Putin. 若是欧盟国家和俄罗斯控制能源问题，伫各国联合拒绝用俄罗斯卢布支付费用了后，长期危机进一步提升。德国30发布天然气供应3级意见当中的第1级意见，将组成危机小组，加强监控供应。即马已经将氘气槽装满25%备用。伊比利半岛的西班牙甲葡萄牙，因为再生能源比例悬，天然气发电仅占15%，甲欧盟其他国家能源市场连接度低。伫欧盟峰会顶积极争取到特殊财务，因应危机的时阵会当暂时控制国内市场，限制介绍，通阻止乌俄开战以来油电上起所引起的民众不满。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来看一出鼓励人心的电影，主角毋是大明星，是一只狗。美国有一只风证为讲是教袂来、教袂会，敢若会晓捉鸡的狗仔，进前互领养5摆，连个拢互退回，嘛险险啊互安乐死。其实伊毋是教袂会，是无去拄着高人。这只狗仔本来互一个警官领养，甲教变做一只超级警犬，佮变做救难英雄。这个传奇故事，即阵拍做电影。And she's changed my life for the better, which you can really, not too many people can say that about a dog. 欧尼尔一个介意搭配金融狗卢比的故事，最近拍做电视剧，进前因闪电侠的格兰特·高斯汀做主角。You think he could be a canine dog? She could be anything. 欧尼尔伊上大的梦想就是想要加入罗德岛的警队。迄当阵伊正伫咧找合作的伴，因那卢比是庇护所收养的透证的澳洲牧羊狗，伊精力正好，招好奇心，看起来正适合做警羊狗。不过伊记录无好，无便互人收养，尾也拢被替代。She chews, she digs, she steals food, she never sleeps. She's not even housebroken. Ruby? 庇护所的孙教师正头疼，正担心卢比可能尾也会被安乐死。好佳在拄到欧尼尔，卢比变做训练有素的警羊狗。有一遍因出任务，要找一位去爬山已经失踪2天的少年，卢比伫咧一个山谷找到人，不过遐树仔正斑，收袂到 GPS 的定位信号，救难人员这个人听到卢比的叫声，欧尼尔就引导卢比一直叫，当作是讲话同款，互因找到人。Speak. So that's what brought the rescuers into the woods to find Ruby and I and the young boy. Speak. 尾仔，这个少年被救带，而且正拄好。这个少年的妈妈就是迄当阵惊卢比被安乐死，替伊找主人的训教师。You know, the universe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 I guess. Yeah, I guess so. 卢比甲欧尼尔合作11档，救过真侪人，也提过警羊狗英雄勋章。不过伊有当时也是做一寡正喊过的代志，像有一遍竟然掠一只会放臭屁的臭油鼠转来。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镜头来日本东京甲一寡所在最近的樱花是开甲水当当。正在咱趁解封了后的好天，出门去散步去行踏。也毋过因为即阵日本的疫情也未收煞，所以嘛规定讲共款爱刮喙暗，而且袂使亲像英国共款伫树仔骹食物件。即马正拄好是只会因开会时阵来看会民众，大家拢摕着翕相机伫咧翕。有真侪人伫咧屋内面顾船，享受伫咧樱花树骹的浪漫美景。日本气象厅礼拜发布东京福岛顶的樱花断出的消息，再加上各地防疫限制，一礼拜前就已经全部解封，民众翕真久啊，拢出来看花。有一对少年的情人就穿着传统的日本衫伫咧翕相。満開で素晴らしいですね。もう綺麗です。とても天気も良くて。
最高ですね。はい。有一寡老大人讲，真正拢翕伫咧厝内，趁怎么樱花季来行行咧。ずっと来たかったんですが、やっぱりまん延防止とか出てる間とかは自粛してましたので、もう絶対今年は来れると思ってとても喜んでます。元にやっと戻ったかなっていう感じではありますよね。だからまあ都会なのでどうしても皆さんこう待ちわびていたっていう感じではあるんだろうと思います。过去若是赏樱花季节，日本人总是爱坐伫咧树仔骹野餐、啉酒、唱歌。今年来看樱花人行不止啊多，东京市府也是希望民众会当做好基本的防疫措施，爱挂水烟，也莫伫咧户外食甲啉。也毋过是无影响民众看樱花好心情。因希望伫咧经过2年的疫情了，会当伫咧春暖花开时阵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译。天气报道在来关心，今日过渡了后，方面就会降温。伫只方面的北部、东半部会转做淡冷，而且愈晚落雨机会会愈大。若北部暗时温度嘛会下降，剩17度尔，乡亲爱穿好少。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9度，上悬2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8度。外岛的温度是16度至25度。感谢乡亲收看，将心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